咱来听故事。这足水的呢，老师带阮来这参加写生比赛，真正足赞的。对啊，迄树啊拢是青色的，而且哦有这尔多无共款的青咧。哎呀，不过我敢若有2种青色，安尼想要安怎画？哇，大钱！你有这尔多色哦？嘿啊，我阿母知影我介意画图啊，伊就买这个40、80色的互我。哦，真好诶！安尼，你敢袂使借我？好啊。妮妮啊，你用伤济啊啦，你用较欠的啦。哎呦，就是爱用遐尔多色，才好看啊！哦。哇，棕色系为料啊！会当做伙参加决赛，真正足好诶。对啊，我用遐尼多色，得奖嘛是应该啊。这摆哦，我要用搁较侪色，安尼哦就会使画搁较水。安尼咱开始。好。我那边的，奇怪。妮妮，你也无咧画？我袂记走我的那边啊。大钱，你敢袂使借我？啊，我嘛无蜡笔呢。啊，你嘛袂记走？毋是啦，就你顶摆用伤济啊，互你用了了啊。阮阿母讲吼，后摆才买啦。我就想讲吼，我用鉛笔嘛会使画素描。无蜡笔哪会使画图啦？我要安怎？你试看卖嘛。哇，哦，画好啊！嘿，妮妮啊，你也无画？第1名。嘿，我嘛行一条呢。我第1摆参加画图比赛，就摕到第1名呢。我想讲，你敢若摕 NBA 的准准嘞，得奖呢！哎呦，你真正是乌敢若地豆油，无得看哦。哦，其实哦，这画图真简单哦。你只要用心，不管用什么笔哦，拢会使画出好作品。敢真是？真的啦，若无你试看卖，你即马哦，甲你心内上介意的画面，慢慢啊，甲伊画出来。好，你试看卖啦。你咧画啥物？叫我看一下啦。稍等下。呀！我画我上好的朋友。啊。